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，真侪民众会到原住民的部落去旅游、探索秘境，像屏东的雾台，像嘉义的阿里山，这游客拢明显来增加。但是对原乡部落来讲，人来钱来，挑战嘛对咧来。部落的公共设施无够，真侪旅店民宿根本都无合法。 游客只会当短暂来停留，这拢限制着部落的发展。学者嘛看到一个现象，虽然部落无同，但是互游客体验的文化活动拢真相同，无特殊性，这对观光的发展真不利。华视新闻团队进行观光然后咧系列的报道，得到消费者权益报道奖，咱个做伙来回看这个精彩的报道。 部落可能比较适合在1天之内往返。如果是要住宿，那要有足够的空间。哎呦，那么厉害的姑娘啊！ 因暗时嘛真热烈，来吉部落的迎花暗会，气氛真嗨，大家拢真欢喜。因是对于桃园中日来的20多位旅客，主持人真心实，讲话真笑开，伊嘛趁这个机会讲出伊的心声。从大概9层掉，只是在1层都不到，很辛苦，好不好？不像各位你们在都市，你们不是隔离了14天吗？我们是隔离3个月的，真的好辛苦，好不好？ 欢迎大家来到德恩雅纳社区。来，德恩雅纳有看到哈？德恩雅纳哈，来上面那一排罗马拼音哈，就是我们当地周族人的这个发音哦。来跟我念一次，对乌亚纳。对乌亚纳。再一次，对乌亚纳。对乌亚纳。哎呀，非常标准哦，大家都是这个周族人的代表啊。 记得讲，因对导览人员探访海拔1400公尺高的山中避避的所在，台版合江村对乌亚纳。这是2009年莫拉克洪台过了后，周族人因中建的家园，拢种6公顷的林班地，离山里四四刷刷，42栋的永久厝，厝尾顶斜斜的茶厝啊，5花10色，即马是最侪人爱去的景点。大家志同道合，我们在一起20-30年的好朋友一起。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出国去旅游，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就想说啊，大家来到部落里面，我们也不曾参加部落的这个旅游，来了解部落的一些生态。台湾虽小，但是的确有很多的好地方，好的地方还没有被发现。那是参观梦幻的国度，佮行过上水的森林，因对着阿里山森林铁路到多拿车站。 留下一张美丽的相片，为2020年热天的季节，增添美好的回忆。哎呦，自由行团体游客人潮 AA 定定，嘛带来钱条，但是部落的在地观光能量无够，考验真大。游客进到我们部落里面，相当的多哈，包括我们现在停车位的不敷使用哦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。 游客路边停车，那所以我们也是积极的，希望我们自己本身部落里面的人哈，要有所改变，就是对我们部落自主的环境要做很大的一个改善哦。部落的旅游愈来愈旺，这款的情形赶快嘛出现在南部屏东的雾台部落。 这长小线还可以。对，超好的，来拍照哦。大家拢真接地气，不管是查甫、大人囡仔，全部拢穿原住民传统的服装，体验老凯族文化。 哎
哎，什么名字？对，好，来看一下我这边哦。好，体验一下哈，吃房屋冬暖夏凉，绝对没有冷气，但是进去好像有冷气。参观部落的石板厝，深入了解在地人文和文化。进入一看，边仔拢有一个乌纸伞对条例，伊是过去无仔大王戴信通，有名制造无仔企业创办人。2003年对政府去海地投资失败，去中国嘛土，最后是官场歇业的命运。8年前70岁戴信通和后生戴东华决定要创业，对制造变旅游业。一个路你必须要再去面对的，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，我结束了帽子。我来开始做旅游，别人的盲点就是我的机会，所以我如何能够创造我的机会，所以我就一步一步的摸索到今天。从国内到国外，戴信通爸仔囝因和一般的旅行社开发的行程景点无同款，但是这段时间以来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无法度出国，人潮转往国内旅游的市场，这让伊感触真深。所有的疫情没有打开，我们国旅一直做下去哦。会疲乏的哦，像这个激情，国旅的激情旅游，我觉得会衰退。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话，赶快大家思考，不要以价格为竞争条件，我们永远的都在同差互斥，我们永远走不出这一个台湾旅游的一个盲点。戴信通爸仔囝嘛发现，部落旅游发展的困境，就是合法的民宿无够多，无法度接待大量的团体旅客。嘉义县政府的统计，以嘉义的阿里山乡来讲，只有30间合法的旅馆、旅宿，还未合法的有25间。招待这旅客的家庭，嘛一直伫想看路旁。住宿其实是最大问题，但是这也是最难克服的啦，所以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。所以部落可能比较适合在1天之内往返。如果是要住宿，那要有足够的空间，那不是那么容易。民宿在合法申请民宿的时候，需要合法的土地所有权、合法的建筑执照。那这一些部分是最先的，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相关的消防设施嘛，然后你可以容纳多少人。当初他们在建筑的时候，并没有做合法的建筑物的申请，所以在这个部分，他要登记成民宿就会出现问题。政府能不能有一些弹性？我们今天可以用另外的模式，也就是说，它取得结构安全证明，或者是其他保障消费者权益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来替代它的所谓的建造跟使用执照。2020年，台湾的观光是以中央山脉的旅游做主题，包括原民文化以及自然生态的体验。观光局预估有1200万的观光产值，替原乡带来840万的效益。但是参观部落了后，才发现讲体验的活动拢差不多，失去旅游特别性的价值。我们现在部落观光的发展走向一种模组化的发展。那这个模组化发展其实对部落并不是一个好事。部落你今天一定有你的传统，你有你的特色，甚至有你的祭典，而这些东西如何真正发挥出来，这个才会去创造我们讲部落观光它的一个特色。原乡旅游的品质甲深度爱个提升。关民会推动行动支付的回归，预算拢总有1亿9千多万。希望讲会当改善旅游接待的环境，嘛鼓励民众到认真的店面去消费。但是疫情无遐严重了后，要安怎吸引更较侪国际观光客来欣赏部落的水？学者专家安尼建议，有一些培力的单位让当地的原住民在解说方面，在统整他们的游程方面的技巧跟能力可以提高，这个是我觉得部落比较需要帮忙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现在政府在部落治理的话，对不对哈？没有包装，只在补助，而且用补助的钱，对不对？来把它包装。部落的观光已经是原住民产业发展重要的一部分。观光的产业结合族群的文化、饮食、民俗，设计一套有特色的旅游行程，吸引游客会当入去部落佚佗。2020年是进行观光上好的时机，希望会当增加原乡特色的发展，克服法规的限制，让台湾人、外国人拢会当感受部落的风情。